你好，我要请陈飞小姐。先生，请问伫自己分机号码无？我唔知佢分机号码呢？伊种个行售铺嘅，不过我无买靠近。嘅，请等一下哦，我问一下行销铺。好，麻烦。歹势先生，喺我先人这么多行销铺，唔再讲问一下几片嘅人。好啊，歹势麻烦，什么嘢哦？唔是啊，客气啦，再讲麻烦等一下哦。喂，你好，你好，请问係陳飛小姐嗎？我就係啊，哪位去嘛？阿飛哦，我阿飛呢啦。哦，原來係我，我咪人講過誒，總得打電話來公司，直接打我數據就好了呀。我就唔中意用公司嘅電話接10年電話。啊，算了，你打電話來做乜嘅？冇啦，冇按惡啦。是哦，你早晨嘅電話唔記得帶到，我當工人送來公司來呢。啊，我都想吼，你冇手機嘅，要接我電話，我唔知會打電話去人公司。我都冇注意，我唔記得帶手機嘅，真嘅啷歹勢，我家下人太細聲，什麼聽說我送手機來哦。好啦，唔是生意啦吼。啊，竟然到那邊咧？到人公司附近那個路口嚟啦，應該啲會到咧。啊，你呢？今日上班用班？就強用啊，希望做得較早就會下班。好啦，有下辛苦啲誒，你要上班加油哦。你今日有冇看到我嘅手機啊？你不用喺當面嘅蔬菜啊，見過人哦，通常要看得到。但是看你哦，甜甜咧，唔知會看唔到嘅手機嘅。唉，我下禮拜真係愛較細膩啲誒，最近真係甜甜誒，也就了年我會好好歇困。不用了你咯，你都好好睡半飽，從天後呢，再個出發。我同你講啦，當你看你按加班哦，我咪吃到凍，唉，你身體會度唔掉啦。就冇辦法吧，動到嘅事情冇辦法安順啊。你約啲你公司嘅大樓門口，你哋要做得好來冇？冇問題啊，我一下數控嘅線條做有一團嚟，我10分鐘過後會下了。我都嚟下定咯。好，按住先哦。好，唔該。哇，呀还有當多嘅事情都係用到人嘅手機嘅，錯冇啊？係講啊，唔記得帶到人手機嘅時間，真件會動煩惱，韓國有上時會知道動冇安全感，因為呀下手機啊，就像人哋嘅生命共用，可能啊做條路嘅事情變到地背度，也係呢愛聯絡嘅事情又變到地背度。也係我信用卡、我錢都變到地背度錯冇，嗰所以手機係當重要嘅哦。咩好得由阿飛啊，聽說阿飛送到公司地度，看來阿飛啊，可是呢需要請時間好好來歇困呢，冇好按開好，真係有上時動到嘅事情都做唔好咧錯冇。唔過啊，看出嚟也起錯嘅時間。愛準備搞大家嘅客家話，就係呢愛用班用客家話來打電話了。啲電話地度呢，愛用乜嘅方式，以後撈對方來約時間，也係有陣時啊，你呢咪話約動到嘅聽會嘅時間，撈朋友約會嘅時間，韓國咪利用呀戲劇嘅內容。學習一條嘅手機有關嘅詞彙了，佢一下因就夾夾來學習了。今日我教大家第一個就係分機號碼嘅客家話，大家做得老愛向下講哦。分機號碼，分機號碼，冇錯。分機號碼講起來算係容易同簡單，但是接下來我們要用層疊式的方式來進行學習。唔係做得用你我他套入進去，比方講家下地配度係講他的分機號碼，客家話我用辦講呢？佢嘅分機號碼，佢嘅分機號碼，男士煙我用辦講呢？伊個分機號碼，伊個分機號碼。講得當好哦。接下來呢，唔係做得講，
知道它的分机号码吗？客家话我用版讲呢？知佢嘅分機號碼冇？知佢嘅分機號碼冇？男士嘅我用版講呢？知伊嘅分機號碼無？知伊嘅分機號碼無？講得當好哦。也知道它的分機號碼嗎？你呢客家話較簡短一點，直接講。知佢嘅分機號碼無？也句話咪當好用哦，尤其啊喺辦公室嘅時間呢，就當好用嘅錯誤啊。咁唔咪做得用較有禮貌嘅方式來問一下講，請問你知道它的分機號碼嗎？請問知佢嘅分機號碼無？請問知佢嘅分機號碼無？男士嘅我用版講呢？請問知伊嘅分機號碼無？請問知伊嘅分機號碼無？請問你知道它的分機號碼嗎？其實呢，有當多嘅情景當中，你做得用按樣嘅記憶來使用哦。比方講，也係你呢愛打本伊嘅公司，也係打本伊嘅素材，就有當多嘅分機號碼。係講啊，你就會講請轉接總機的時候，那你就可以問總機人員講。請問你知道它的分機號碼嗎？請問知佢嘅分機號碼無？就做嚟按用來用哦。故說啊，也句話其實非常好用，錯冇啊。接下來又要教大家係有關手機詞彙的介紹，手機詞彙嘅紹介。其實啊，講到手機啊，曾經對你一下嘅生活當中係當重要嘅事情。故說今日一開始咪愛教大家一句話，當重要就係帶手機。客家話我用版講呢，帶手機耶，帶手機耶。冇唔錯，也帶手機嘅吼，我接送聽到呢，因為可能大概早晨嘅時間，我出門來走條路，我阿妹就會問我講，有帶手機嘅冇啊？帶手機嘅，唔咪做啲提醒別人講，帶手機嘅哦，也係講，我手機嘅，我記得帶手機嘅，要記得帶手機。那所以接下來呢，我們會用很多層疊式的方式，也教大家帶手機嘅做得呢有感應哪一條嘅詞彙呢？比方講啊，有陣時啊，你都無閒嘅時間，就會忘記帶手機。客家話我用版講呢，唔記得帶手機嘅，唔記得帶手機耶！哇，完了！我覺得這句話好適合我，因為接送啊，我唔記得帶手機耶。故說啊，有陣時唔記得帶手機耶嘅時節，唔知大家啊，係轉不下夾落去拿，也係哎呀，算了啦，今日就冇手機好咧。可能呢係也不用咁樣送嘅方式，錯冇？但是啊，有陣時唔記得帶手機嘅真係都麻煩，因為一下可能啊，有啲人有急事愛尋你嘅時節，冇帶到手機嘅，佢還可能會知道，哎呦，一生日係咪發生乜嘅事情呢？故說大家愛記得帶手機嘅，記得帶手機哦。那如果呢，剛剛教到說，唔記得帶手機嘅，有陣時係廿七家，也係撇上嘅，我唔記得帶手機嘅，那呢你就可以加入主詞的方式哦。比方說，我忘記帶手機，客家話我用版講呢，我唔記得帶手機嘅，我
唔记得带手机耶，我忘记带手机了。冇错，唔知大家接上會發生一樣嘅事情冇啊？係講啊，唔記得帶手機嘅事情，就做老皮上人向下嚟分享。我唔記得帶手機嘅咧，我忘記帶手機了。那為什麼會忘記帶手機呢？可能啊有陣時係當無閒，冇注意到，故上就做得按樣講，没注意到。我忘記帶手機。客家話要怎麼說呢？冇注意到，我唔記得帶手機耶。冇注意到，我唔記得帶手機耶。有陣時可能真係當無閒切擦，就會冇注意到當多事情咧，冇注意到，我唔記得帶手機耶咧，就做得按樣來用哦。接下來呢，你還愛教大家。電話相約用語，用白用電話來約別生人呢，也下咪強下來學習哦。因為有陣時啊，你老朋友來約會，聽錯有時間、有地點，還個有馬生人錯嘛。故所一開始，你先來學一下地點，比方講一開始，你到大樓門口，用白講呢？客家話按樣講，大樓門口，大樓門口。哇！大家做得看得到，也表演好多 EU 的音錯冇啊！也 EU 呢，其實我哋客家話嘅表演當中是比較難發音的，故所聽聽嘅來練習。L 也就是大樓門口，大樓門口，前面看到也 U 也嘅標音，最先呢就要變成 U 的音咯。大樓門口，大家做得聽聽嘅來練習，沒講嘅都好哦。比方說呢，在公司的大樓門口，客家話應用版講呢。公司嘅大樓門口，公司嘅大樓門口，冇唔錯，也係地點啊，係唔係就較正確、較明確啲位呢？公司的大樓門口，公司嘅大樓門口。唔過啊，有陣時可能唔會係講。是你的公司，還是我的公司，還是他的公司呢？我們呢又再加上一個主詞，我講你公司的大樓門口，公司嘅大樓門口，公司嘅大樓門口，按樣啊就較明確啲位咧，地點有咧，有底下講係乜啥嘅公司嚟錯嘛？接下來呢，我們做得老配上一啲打電話嘅時節，就詳細老幾個。那我們約在你公司的大樓門口。約在你公司的大樓門口，客家話應用版講呢？約啲公司嘅大樓門口。約啲公司嘅大樓門口，約在你公司的大樓門口，按樣就更加清楚，更加清楚了。跟男士言，我用辦公呢？約喺公司嘅大樓門口，約喺公司嘅大樓門口。唔知大家啲約到哪位嘅公司門口呢？唔要做得上困難哦。唔知大家都好唔忙啊？好唔嚟呀？幾發真經當好用錯嘛？係講啊，唔老愛強用，咪係唔中意講電話講長久。較好老配上人，也係老愛朋友面對面來講話嘅人。
家下也條記嘅就同時喊哦，沒有聽錯，我可唔可以也條記嘅好冇？就唔是哦，花按到嘅時間啊，就做得當家，然後對方約好的那邊來見面咧，還做得上一條嘅天花飛蟲哦。好啦，開玩笑嘅啦，唔過啊，一下就夾夾來看一下阿肥。然後阿輝生下來會發生哪條嘅事情了？